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漢語寫作能力加強課程。係講你有好嘅寫作能力，就做得啲中高級漢語能力認證，也係高級能力認證，拿到好成績。漢語寫作相關嘅考試題型，喺漢語能力認證嘅考試地步。中級及中高級，還有高級嘅考試，全部都會有寫作嘅題型。你禮拜嘅課程係針對中高級嘅寫作，嚟教大家做得拿下高分嘅策略。中級及中高級嘅寫作考試，按照書寫測驗，書寫測驗分做3部分：卷票書寫、日記書寫。走文，接下來我們就會照着這個順序跟大家介紹所有的題型，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得分策略來培養自己的寫作能力。